23日登场的台南市义长杯舞蹈观摩赛，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位舞龄歌手，无分大人也是囡仔，接连伫场上展现因的曼妙舞艺。今年义长杯舞蹈观摩赛是由财团法人安平文教基金会承办，嘉裕舞院协办，就是要来做伙推广舞蹈运动。今天是我们1年1度嘉裕舞院武艺大飨宴的那个成果展，然后也是台南市110年议长杯全国舞蹈观摩赛。对，那今天来了很多北中南都好手都到场来竞技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舞蹈的活动，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义长郭信良嘛特别来到现场，向来参加观摩赛舞者致意。台南市呢有足侪艺术表演的，这种像舞台的表演，文化中心的客满，下上头客满，所有排一班排面着，未来台南市为会互咱这艺术界所有的街头艺人，包括星光乐团，整个乐团可以到台南市议会表演给所有台南市民欣赏。不但的免费，场地免费，电池免费，我一团可以补助因金额来台南市的表演节目，让咱的市民来共享。你讲安尼好不好？义长郭信良另外表示，台南市议会现在经过量化变身，是一个非常值得前往参观的好所在。希望这次来台南参赛舞者，伫会后拢会当去行看看的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